西藏位於青藏高原嘅世界屋脊，平均海拔超過4500米。由深圳搭飛機去林芝，喺機上面你已經見到好壯觀嘅雪山。除咗最壯麗嘅山脈之外，呢度仲有世界文化遺產布達拉宮、此生必駕嘅318公路。呢一段嘅公路串聯雪山，中間會見到好多森林同埋湖泊，仲有只會喺高海拔生活嘅牦牛。接住落嚟，大家一齊跟住鏡頭展開呢個西藏之旅。由於香港係冇直航去西藏嘅，所以我哋會喺深圳出發。因為係早機，所以我哋就預早一晚去深圳，喺機場附近呢 book 咗一間酒店。我哋揀嘅酒店呢，就係機場嘅14號出口。沿路呢都係有蓋連接嘅，即使呢大風落雨呢都唔會受影響。由於擔心身體呢一時適應唔到高海拔，所以我哋就唔會直飛拉薩，會飛去海拔較低嘅林芝。嗰度嘅海拔呢平均大概係3100，機程大概係4個鐘。港澳嘅居民呢，手持有效嘅回鄉證呢，就唔需要辦理入藏紙。林芝嘅機場呢，好細，得一條行李運輸帶。喺香港嘅時候呢，我哋預先通過微信呢約咗當地嘅旅行社，咁佢就會去到機場接我哋。鏡頭見到就係林芝機場嘅停車場。上咗車之後呢，司機送咗2支氧氣樽俾我哋。另外呢，當地嘅旅遊局呢，亦都要求旅行社呢同我哋簽一份文件，大概呢係記錄一下收費同埋行程。林芝嘅公路呢，比我預期好。第一站呢，我哋會嚟到阿里國家濕地公園。呢一度呢，有觀景台，亦都有小商店。雖然呢設備就比較簡單，但係呢都尚算乾淨企理。由於天氣乾燥，即使呢係濕地呢都冇乜蚊蟲。當地人呢就揸咗架車過嚟，開咗幾張台，就擺咗個小小嘅咖啡檔。呢度嘅海拔呢係2920米。雖然海拔唔算好高，但係對面嘅山頂呢都有積雪。接住落嚟呢，我哋會去丹梁佛掌沙丘。咁我哋呢就唔係去呢個沙丘，其實就係有一個觀景台可以望過對面欣賞呢個沙丘。咁有部分嘅旅客呢就會將哈達圍巾呢掛喺呢一度。呢一條嘅織物圍巾呢喺西藏呢就係代表祝福同埋尊重。最常見嘅顏色呢就係白色。食完午飯之後呢，我哋就會去雅魯藏布大峽谷。咁呢度呢係需要購買門票嘅。入咗場之後呢，就會上佢哋嘅穿梭巴士。咁係旅遊巴嚟嘅，可以坐到幾十個旅客。一落車呢，就感受到大量嘅烏蠅。4月呢係桃花嘅季節，所以特別多烏蠅。當地呢預備咗呢啲紗網，可以俾我哋笠住個頭。呢個部分嘅參觀呢會有導遊服務。黃色背心嘅男士呢，就係我哋嘅導遊。咁佢講嘅普通話呢都算幾容易聽。因為印度洋嘅季風呢帶嚟豐沛嘅降雨呢，令到呢度成為世界上降雨量呢最大嘅地方之一。年降雨量呢達到4500至到11000毫米。咁我自己喺林芝呢生活咗幾日呢，都感受到呢係會有一日四季嘅情況。忽然之間呢會好大雨，但突然之間呢又會好太陽。咁呢個峽谷呢係長504.6公里，最深呢有6009米，圍繞住喜馬拉雅山嘅東端。咁呢度呢會有一個許願區，許願牌嘅售價呢係60蚊人民幣，大家可以揀翻相應嘅顏色，譬如紅色呢就係求學業同埋事業，白色呢就係求智同埋求姻緣。參觀完第一部分呢，我哋就上返旅遊車去下一個部分。下一站呢就係愛情廣場。咁我估計呢，原本呢個園區都幾大嘅，但我哋當日去到呢，有部分呢就係落咗閘，冇得參觀。咁呢度呢，有個牌呢寫住情比石堅，後面呢，有棵樹呢係喺一嚿大石度爆出嚟嘅。睇翻 poster 呢，呢度仲有得坐熱氣球添，但係當日呢，同樣呢都係冇開放嘅。咁對於我哋嚟講呢，呢度就冇乜嘢玩啦，所以呢，我哋又上翻車去下一個景點。穿梭巴嘅班次呢都幾密嘅，所以就算錯過咗呢都唔需要擔心。跟住呢，我哋就嚟到南迦巴雅觀山台。呢個位呢設置咗相框，咁好明顯呢就係網紅嘅打卡熱點。落幾級樓梯呢，除咗有一個細細嘅觀景台之外呢，呢度仲有咖啡店。影完相之後呢，我哋又再次上返旅遊巴。最後呢，我哋會去到親水台。落去呢，見到指示牌呢係可以浸溫泉嘅。
但係原來呢，就係閂咗門冇營業。呢個位望落去呢啲江水呢都好洶湧，水流呢相當之急。嚟到呢度呢，呢個雅魯藏布大峽谷嘅行程呢就接近尾聲。之後呢，我哋就搭車返酒店，沿途呢見到日照金山，非常之幸運。日照金山呢係指日出或者日落嘅時候呢，陽光呢照射喺雪山嘅頂峰上面，咁原本呢潔白嘅冰雪呢就折射出金黃色。咁今條影片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